自2025年10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尊主作圣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42章第19、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2章。迄人带我往北行，来到外城。伊阁带我入去一摆厝，这个厝一面往圣殿的空地，一面往北边的房间。这摆厝长50公尺，宽25公尺，往北这边有门。这摆厝一面往10公尺宽的内庭，一面往有铺石板的外庭。这摆厝有3层，逐层的走廊相连。这摆厝的门拢往北，头前有通路，宽5公尺，长50公尺。因为走廊占一寡空间，所以3楼的房间比2楼甲1楼的房间较矮。这摆厝有3层。因为无亲像外庭的厝用条仔土地，所以3楼的房间比2楼甲1楼的房间较矮。伫外庭这摆厝的头前有一堵墙，甲厝平行，长25公尺。往外庭的房间长25公尺。往圣殿的房间长50公尺。这摆厝下面的东边有一个门通到外庭。迄个通路的宽度甲外庭的墙相款。圣殿的南边嘛有一摆厝，这个厝一面往圣殿的空地，一面往南边的厝。这摆厝的头前有一条通路，甲北边迄摆厝同款。房间的长宽、款式甲出入口拢甲北边的厝相款。南边遐个房间的下面甲北边的厝同款。伫通路的开始有门通出入。迄个人甲我讲，南边甲北边面对空地的房间，拢分别做圣，伫上主面前服侍的祭司伫遐食至圣的物。祭司伫遮放至圣的祭物，就是素祭、赎罪祭甲赎罪祭的祭物。祭司入去圣所了后，袂用得直接出来外庭，就将侍奉上主的时穿的礼服留伫遐的房间，因为这个礼服是圣的。因着穿白种衫，才通亲近会众。迄个人让圣殿内部的寸笑了后，就带我对东门出去，去让圣殿的四周围。伊用罗德的牛车梁，东边长250公尺。伊阁设去北边、南边、西边，用罗德的牛车梁，每一边长拢是250公尺。安尼，伊让圣殿的四周围长宽各250公尺，四周围拢有围墙，隔开圣甲俗的所在。尊主作圣。伫以西结的异象中，上帝向伊展示一座新圣殿。这毋是建筑的设计图，是关系上帝荣耀圣洁甲特殊的启示。本章异象的焦点转向圣殿中遐个圣的房间。
遐个空间毋是为着建筑会水，是为着互人伫敬拜中尊主做圣。以西结书42章13节讲到，圣殿东边和南边的房间拢是圣的。进入上主面前的祭司伫遐食至圣的祭物，搁爱将至圣的祭物素祭、赎罪祭和赔罪祭留踮遐。这毋简单是宗教听事的需要，搁较是尊主做圣的态度。上帝是至圣的，伊堪得咱用分别做圣的方式敬拜伊。14节讲到，祭司伫圣殿服侍完，爱到外院的时，必须甲圣袍脱落来，留踮遐的房间。因爱穿别个衫，才通到人群聚集的所在。今日咱无搁再需要靠祭司代求，因为每一个信徒拢是受竞选的祭司，受呼召来宣扬伊奇妙的作为。总是咱甲人相处的时，还着脱下圣袍，也就是脱下掠家己做得的态度和服侍的光环。那安尼，咱日常中安怎活出尊主为圣的信仰态度呢？首先，爱有备家己的性命。敬拜毋是进入会堂的动作，是用恭敬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互家己全然向伊拍开。就亲像祭司进入圣洁的房间共款，咱也需要伫心内画出一个神圣空间，暂时脱离世俗事务，停止忙碌甲操心，独独对主讲：我伫遮，请差遣我。尊主做圣的出发点，就是对准备家己的性命开始，互咱会当承接上帝的丰盛恩典。其次是爱守条神圣的界线。以西结的异象中，迄位使者搁伫圣殿的四周围各测量250公尺，有一道围墙，甲圣地和属地隔开。今仔日，咱的生活中也需要安尼的测量和界线。伫即个网络的科技时代，咱无应该互3C 产品主导咱亲近上帝的生活，袂当互网络压缩咱甲上帝相处的时间。咱的生活应该掠上帝话语甲圣洁为准则。因为咱是上帝的子民，毋是网络随波逐流的群体。第三，咱的敬拜甲服侍爱转来到为主的起点。今日的教会生活，时间常常容易变成网络的活动。咱聚会、唱诗歌、布道、交代、翕相。但是内心是毋是还记得家己实体敬拜上帝？咱是毋是将敬拜当作甲主面对面神圣时刻，毋单单是完成一项任务？愿咱为家己画出神圣空间，有备家己来敬拜伊、服侍伊。愿意甲咱同徛起，愿咱伫教会、家庭甲社区，拢会当活出尊主为圣的性命。默想，上帝为圣所画定神圣空间和界线，互我知影信仰生活毋单单是形式，是每一日拢会当尊主做圣。上主为圣所画定神圣空间和界线，互我知影信仰生活毋单单是形式。是每一日拢会当尊主做圣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伫生活中分别为圣，无互罪恶渗透我的心，影响我甲你的关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